艺人迪英、孙鹏之子孙安佐因涉及恐攻风波，从美国刑满获释返台后，积极转型为 YouTuber。热爱健身的他，不讳言馆长陈之汉就是他的偶像。日前两人终于见面合体，当天孙安佐也主动要求要单挑馆长格斗。馆长3日释出两人 PK 的画面，并透露孙安佐当天一直要求自己一定要揍他，就算打到重伤、骨折、吐血都没关系。最后他真的被馆长打爆，伤痕累累的离开现场。馆长3日释出他和孙安佐格斗的影片，戴好护具的孙安佐站在馆长身旁，整个人小了1号。过程中，他几度试图出拳，但都被馆长轻松化解。后来馆长各踢了孙安佐一脚，尽管已经收力，但孙安佐仍痛到蹲在地上。馆长透露，其实自己本来不想打他，周围的人也不断劝阻，但孙安佐不断强烈要求馆长一定要揍他，甚至表示就算重伤、骨折或吐血都没关系，两人才会来了场仅3分钟的小型格斗。馆长说，当天虽然自己有收力，打到就会停，但仍踢到孙安佐飞起来。他离开时不但眼睛淤青，嘴巴也全破了，身上伤痕累累。馆长盛赞孙安佐叫小贺，台语一直很有胆识，很敢尝试，并透露孙安佐有说未来想练综合格斗。他也向对方喊话，我期待未来有天他能出现在成吉思汗的擂台上，为自己和为父母带来荣耀。他也提到，两人日前玩后仍有不少网友酸言酸语。他强调和孙安佐接触过后，发现他根本不是会杀光全校人那种恐怖分子，只是纯粹的军事迷，喜欢健身和动漫，强调自己并不是要为他洗白。